有 crispy 沙拉豆啦。我哋今次搭九巴 HK2 開篷巴士，我哋今日搭6.3個班，車費係58.4。呢條路線呢就由九龍站開出，途經尖沙咀，再上岸船洲大橋、青馬大橋，最後再返九龍站。我哋坐咗上層最後面嗰排，巴士準時喺6.3開出。右手邊呢座呢，就係戲曲中心啦。呢條廣東道有好多國際品牌名店。廣東道嘅盡頭就係文化中心同太空館。之後巴士會轉入中港城。經過尖沙咀區之後，巴士就會轉上高速公路。昂船洲大橋係一座雙塔斜拉橋。穿過南灣隧道之後，就會上青馬大橋。青馬大橋係車同鐵路相用嘅懸索吊橋。
之後我哋會轉落去馬灣，之前我哋去過嘅諾亞方舟都係呢度。巴士兜個圈咧，就會上返青馬大橋。巴士仲會穿過汀九橋底。經過西九龍走廊之後，我哋就會返去西九高鐵站同埋九龍站。
最後咧，大概60分鐘就翻九龍站噶啦。咁我哋呢片咧就嚟到呢度啦。如果中意呢條片咧，就記得 CLSS comment subscribe share 啦。咁我哋下片再見啦，拜拜。